99%嘅人都未體驗過冰雪嘅玩法，就喺哈爾濱可以玩到。呢座城市1年就等你嚟一次。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哈爾濱嘅冰雪大世界喺好紅嘅時候，好多香港人都去過，但係呢家唔晒啦，破晒世界紀錄，1年比1年靚。今年冬天啦，咁有咩安排呢？你哋假期俾大家更好嘅體驗，專門做出咗一個好適合、好啱玩嘅周老闆親自去踩個線嘅行程。8天團，香港直飛哈爾濱往返，中間咧係唔使轉機嘅喎，純玩團，你俾假期全部包晒。玩嗰方面咧，東北4大天王一次過玩晒。首先，國家地理雜誌評價中國最美冬季嘅地方叫做雪鄉。講開雪鄉要留意喎，唔係個個都話自己係雪鄉啦，東北周圍都落雪㗎啦。咁啊，求其有幾棵樹咁啊當雪鄉，因為市面有啲人咧係都會講係去嗰個咩小雪鄉，做咩去小雪鄉咧？直頭去正牌嘅雪鄉咪更好。第二個天王就係吉林嘅霧叢，一句講晒，人間仙境。第三個咧就係長白山天池美景。咁去到長白山咧睇一個靚景之餘，我哋咧亦都會係浸埋呢個溫泉住溫泉嘅酒店。第四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哈爾濱嘅冰雪大世界。如果你去哈爾濱唔去冰雪大世界，咁你不如就唔好去啦，就當冇去過啦。食嗰方面咧就亦都有研究嘅，雪屋打邊爐。咩雪屋打邊爐啊？匿埋喺個雪屋入邊打邊爐嚇，別有一番風味。仲有特別安排嘅東北私房菜啦，俄羅斯嘅 BBQ 啦，同埋滿漢全席嘅3套碗啦。住嗰方面咧，美美家更講你哋啦。長白山可以浸到天然嘅火山溫泉，當然咁凍點浸啊，係有室內嘅，亦都可以跑去室內冰天雪地感受一下，都幾過癮嘅。南方絕對冇咁嘅溫泉酒店嚇。咁哈爾濱我哋更加安全新開幕嘅皇冠假日酒店，其他咧我哋都會有溫德堡呢啲國際品牌嘅酒店，呢個可以放心。咁嘅安排你哋覺得點啊？評論區話俾周老闆知。如果想報名，打我哋嘅熱線26501628，或者去我哋各大分行報名。呢個冬季東北約定你啦。